您站好吧，站前面站好就行，他就开始放。他们是日喀则的，日喀则的，嘎，日喀则的。旋子吧，应该是，也是一种旋子，主要是那种。日喀则。你们先表演这边，这边先表演这边。人比我靠前，我们往这点空间好不好？就他们俩吗？这是国家级的工艺传承。旋子吧，应该是。
迪奇那边的。说日喀则的。日喀则。有点像迪奇那边。玄子吧。玄子。嗯。玄子太多了，种类太多了。我看不是很少。还拿出来摄影了，现在把路径去这儿垃圾路上，他们都在拍，都在学。他们要走路过这吧，应该是。
几点？8:50。四川成都高升桥，大家点个面不要关注。跳舞跳舞跳舞。向下打，应该不够吧？5个。跳20分钟左右。他们跳不跳舞啊？不知道。向下打。跳，刚留了5个，不然我就全部掀完了。薯饼配不完，薯饼好拍的。
请问你们是日喀则叫全名叫啥？全名啊，日喀则拉子县艺术团，一个县吗？一个县不是日喀则市。日喀则市。对对，叫什么？叫什么艺术团？不是传统的那个嘛，就是非洲文化拉子这县和丁日落县那些。跳舞啊！跳。他们是日喀则市的一个艺术团，但是没听明白是到底是哪个。哦，等会儿再问他们吧。
好服。啊，9点多，完整版，完整。可以。哇，还真棒！全真是。太热了。看见放了噻。我这都是没去上，太热了，我全身都打湿了。今晚好多人啊！太晓得了。哎，老师辛苦了，我们这个，哎，小李老师辛苦了。哎呀，哎，老师辛苦了。你不喝啊？你都带徽章了。有啊，发的有。我们这个节目一晚上有人，我不知道什么原因。他们呢，我们的人他们都来。我们要自觉，就要自觉啊。特别我最自觉。我也就最自他不回音吗？哎，我觉得说这话，怎么哎呀，谢谢。早点结束也好一些。拿手机看不得。哎好。全是没得水。啊。找到了吗？他一赶过来的，而且贵州赶过来的。哇，对啊。还有一个那个你们一块儿一个清楚哦，对对。你准备来？没来。这个呢？来，我们照一下。来，爷爷，我们照一下。过来噻，往这儿快过去。看到吉祥物，你看我拿了个。过来噻。哪个的？就是发的，是看这发的。是看这发吉祥物啊？来了一次。哦。这个是好。开始。来，老王。哦，没问他们全名我都搞不清了。明天我们4点就要出发。最后一个好清楚。我刚问他们全名了，他日卡这一直没有说清，没听清楚。日卡这啥子艺术团？是不是？他搞完了。是。日卡这个啥？我听到那个，本来我不晓得，我才听到那个直播间那个，他说日卡这的旅游局的领导要来，他没有说来交流，他没说要跳舞。文旅方面，他说是旅游方面。领导要来。文化旅游。然后我也不晓得他们有没有。等会儿问下抖音嘛，你要知道。他应该是一个艺术团吧？对啊。在当地的。是他这市里面的。对呀。我问一下呢。是你俩好看的是从发的。可以，没问题。没问题。拍了没有？全拍了啊？全都拍了，全部拍了。哦，那我就看到最后一个。多少年之后了？这儿问他们团，请问一下你们团队名字叫什么？日卡子。日卡子是谁？就是宣传行为。珠峰就在这卡子。
传统艺术团的。传统艺术团，就是他走市的啊。这个不是官方的噻。是官方的吧？是。这个是属于我们一些传承，现役宣传一些我们的非遗文化。非遗方面的。就是我看你们在直播嘛，直播的账号名字就是。我们还在直播，你没有关注云端珠峰。云端珠峰。好了，云端珠峰。对。好的。云端珠峰公众号都是。好，云端珠峰。我们是去外边出差路啊。你们是出差路过这儿啊？对。我们去深圳参加文博会。然后回来就做一个快闪。刚刚路过成都，可以多来交流。他们这边都喜欢那个，因为这边境外很多活动在这儿，都在这边。深圳文博会路过这个位置。云端珠峰。云端珠峰。他说这个是珠峰。云端珠峰，就那个宣传车吗？不是。珠峰那个呢？因为是他这珠峰所在的地方就叫。卢卡泽嘛，卢卡泽县嘛。对。第一线。这儿回应嘛？他跟人回应这个，你不跟人回应吗？还有哪个去？好。好，下一个。不知道啊，反正是团队里面的。他们团里面的，对啊。肯定。好，谢谢。特别好，欢迎张老。欢欢，今天到哪儿去？走了回去算了，好热。欢欢，你今天哪儿去耍去？没哪儿耍，在家里面。一直在家里。上午耍几点钟啊？然后回去。好像下午出去找的，下午4点多，4点半出去的，耍6点钟左右吧。早上7点多耍10点多，好热哟早上。